主啊，2024年1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立约的印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出埃及记23章20节到24章18节。我要差派使者伫路年保护恁，带恁去我为着恁准备的地。恁伫伊的面前着切实遵行伊的命令。恁若违背伊，伊无要赦免恁的过失，因为伊代表我。恁若真正听趁我的话，照我所命令恁的去做，恁的对得就是我的对得，我要指得恁的敌人。我的使者要行伫恁的头前，带恁去阿摩利、赫、比利洗、迦南、希米、亚布斯遐个族的地，我要甲因消灭。恁毋通跪拜服侍因的神明，嘛毋通学因的所做，着甲遐个神像全部毁坏，拍碎雕刻的雕像。恁着服侍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一定要将米粮甲水赏赐恁，搁互所有的病拢离开恁。我嘛要互恁境内的妇人人拢为生育，袂流产，互恁食长岁寿。我要伫恁的头前显出威严，恁无论去倒位，我要互遐个人民拢惊吓，互恁的对得越转身逃走。我要降瘟疫伫因中间，甲希米人、迦南人、赫人拢赶走。毋过，我袂伫一年内将因全部赶出去，才免土地荒废，野兽增加煞伤害恁。我要为着恁渐渐将因赶出，等候恁人口增加，才会当承接迄个地做产业。我要甲恁定国界，对红海到幼发拉底河，对旷野到地中海。我要将迄个地徛起的人民交伫恁的手，互恁将因拢赶出去。毋通甲遐个人以及因的神明立约，毋通互因住伫恁的地。才免因引诱恁得罪我。恁若服侍因的神明，则要诚侪害恁的落网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甲阿伦、纳达、阿比户以及以色列70个长老，着上来我遮，对远远的所在拍落去拜我。只有摩西通就近上主，其他的人毋通活来，人民嘛毋通甲你做伙上山。摩西落山，将上主所有的命令甲规例，拢讲互人民听。人民齐声应讲：上主讲的话，阮拢要遵趁。摩西将上主的话拢写起来。隔日透早，摩西伫山骹起一座祭坛，照以色列12支族菜12支石条。伊搁派以色列的少年人去献烧化祭，嘛献牛，互上主做平安祭。摩西将血的一半倒伫盆里，另外一半溅伫坛顶。摩西搁摕立约的册读互人民听，人民应讲：上主讲的话，阮拢要遵趁。摩西将盆里的血溅伫人民的身上，讲：这就是立约的血，这约是上主照伊的话甲恁建立的。摩西、阿伦、纳达、阿比户以及以色列70个长老拢上去山里，因看见以色列的上帝，
伊个骹会亲像铺蓝宝石，亲像天遐尼光亮透明。上帝无出手伤害以色列的领袖，因拢看见上帝伫遐也食也啉。上主甲摩西讲：你上山来我遮，留踮遮，我要将我所写要教示人民的律法甲诫命的石板，互你。摩西甲伊的助手约书亚就出发。摩西爬上上帝的山。摩西甲遐个长老讲：恁踮遮等阮，等候阮倒转来。阿伦甲互尔有甲恁做伙，民众若有代志，通去找因。摩西上山，山有云盖地。上主的阳光停伫西奈山，云遮山6日久。第7日，上主对云中叫摩西。以色列人看见上主的阳光显现，亲像火伫山顶跌倒。摩西上山入云中，伊留伫山顶40暝40日。立约的印记，圣经是对旧约和新约组成，又是圣经信息重要的主题。德国旧约神学家艾克罗德就用约做探讨旧约神学的主轴。旧约记载几个无同的约，上帝甲人类和万物所立的约，用弓做记号；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的约，用角类做记号；上帝甲以色列人伫西奈山所立的约，用精生的血做记号。这三个约的关系密切，共同确立了上帝对万物和人类的祝福甲应允。弓之约确立上帝对受造物无条件的疼。伫这基础上，发展出上帝甲亚伯兰所立的约，应允土地后代繁盛。上帝伫西奈山甲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是要实现伊对亚伯兰的应允。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隶的时，上帝听见因受苦害惨的声音，为记得伊甲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，就呼召摩西带领因出埃及，进入应允之地。伫进入应允之地以前，因来到西奈山敬拜上帝，领受上帝律法甲上帝立约。这约的前提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，因为安尼，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宣读约书的命令了后，以色列人做伙宣誓，要完成遵行这一切的命令。接续，摩西将祭物的血浇点人民身上，血代表生命。以色列人伫搬过节得到拯救，是因为以色列人将羊血抹伫门楣，互因免受灭命天灾的击杀。上帝赏赐律法，希望伊的选民遵行，通建立一个符合上帝旨意的国度，成做列国的典范。总是因为人的软弱，以色列人袂当实践律法，最后再度失去土地，受掠去巴比伦，再度沦为奴隶。面对国王家婆流落异乡的
秋魂参悟，先知耶利米向以色列人宣布，上帝要甲因立新约，因的罪要得到赦免，律法要去点因的审判。这新约伫上帝的囝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。耶稣为世间人的罪受定十字架，亲像搬过罪受害的羊羔，身躯受拍破、宝血为疼来流出。既然信靠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罪要得到赦免，免受死罪，反正得到永远的性命。血是立约的记号，旧约时代用动物的血做代价，新约时代用耶稣的血做印记。上帝独生囝为救赎人类牺牲流血，特别基督徒在守圣餐，就是咧纪念上帝甲人所立的约。咱因为相信耶稣的牺牲，罪得到赦免，也搁再告别咱愿意一生跟对主，回应上帝的恩典。默想，我对倒一寡方面通体会到上帝疼世间人？我对倒一寡方面通体会到上帝疼世间人？咱来祈祷，慈悲的爸上帝，你对世间人的疼是何等的深，甚至愿意牺牲独生疼囝的性命，用基督的血做立约印记来表明。愿我常常记牢心底，伫你的眼中看我做至宝。我着活出美好的见证，荣耀主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